台湾日本时代的文学家赖和伊是作家，嘛是医师，嘛是社会运动者。5月28是伊生日记，赖和纪念馆甲赖和的文物捐予台湾文学馆，望讲这个文物会当有较好的保存甲应用。 文化部长苏德为赖和纪念馆代表的手中接下赖和作品创作的手稿，将来侪赖和的文物，拢会由国立台湾文学馆收藏。赖和纪念馆方面会展出复制品。其实上主要的部分是赖和的手稿啦，手稿是包括伊遐小说啦、汉诗啦，还是这个其他遐新诗都伊的所有的手稿有拢甲捐予台湾文学馆来做保管。后续我们可以活化这些文物，我们让这些文物不只是躺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希望它可以进一步的可以活用运用，然后让社会大众看见。赖和纪念馆表示，因为民间纪念馆的资源无够，侪赖和的文物无法度妥当收藏，所以决定把文物交予中央安排更加好的保存环境。就是中华这个3年前这个大雨，这个横式恒温刷去互伊水有逆流，有甲一寡手稿小可有顺着文学馆我来了解以后，摕去甲修复，修复了我真好势。赖和纪念馆表示，虽然纪念馆未来干那复制品通展出有淡薄可惜，但是经过赖和基金会董事会决议，要是决定捐予中央，相信对长久保存赖和的文物来讲，会是较好的处理方式。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